美團2026值得留意的兩個數字。在2026年，美團依然是港股互聯網板塊的巨人。它的故事不只是外賣平台的繁忙，更是中國消費數字化的縮影。若要理解這家公司，兩個數字或許最能揭示它的冷暖交織。第一個是全年營收突破9000億元人民幣，這龐大的金額背後是無數次的點擊、下單與送達。它像是一條奔湧不息的大河，映照出中國消費市場的活力與規模。每一筆訂單都像水滴回流，最終形成壯闊的浪潮。美團仍然站在這股浪潮的最前端，領航着生活服務的未來。第二個則是2025年第三季度錄得180多億元的虧損。這個沉重的數字提醒我們，繁華背後往往伴隨代價。新業務的投入、激烈的競爭，讓盈利能力顯得脆弱。它像是繁華街道上的坑洞，提醒投資者在欣賞燈火通明的同時，也要留意腳下的陰影。這兩個數字一明一暗，交織出美團的現實。它既充滿希望，也暗藏挑戰。投資者若要理解美團，不能只看光鮮的一面，更要在冷暖之間找到平衡。因為在股市裏，真正值得留意的，往往不是單一的亮點或陰影，而是它們同時存在時所折射出的複雜真相。免責聲明：本文所述數字與分析僅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股市有風險，投資需謹慎。讀者應根據自身情況，獨立判斷並諮詢專業意見。